村屋市場向來係相對平穩嘅用家市場，一直甚少投資者垂青。以往位置較偏遠嘅西貢西沙路村屋，過去較少短期轉售獲利成交。不過隨住西沙新地標高柏及超級新盤 Sierra Sea 落成，區內交通配套以至購物變得方便，帶動區內村屋市場成交回升。其中更有投資者早着先機，於2年前以低價購入西沙路瓦窯頭村屋，最近成功轉售，售價與升幅遠遠跑贏大市。香港總共有2個瓦窯頭村，其中之一係位處西貢西沙路14鄉，係區內規模較細嘅臨海小村莊，當中只有幾十間村屋，過去甚少成交。不過因應瓦窯頭村鄰近區內超級新盤 Sierra Sea， 距離高柏只係4分鐘車程，步行路程亦只需15分鐘，成為靜中帶旺嘅臨海小村。最新成交為西沙路瓦窯頭村雙號村屋，物業建築面積2100平方尺，另加天台面積達700平方尺，3房2廳3套房間隔，望山海雙景，環境清幽。最近以1640萬元成交，建築面積尺價7810元，業主原先開價達1700萬元，最終只係減價60萬元就獲承接，減幅僅3.5%。原業主於2024年7月購入上址，當時新盤 Sierra Sea 1A 期尚未推售，因此購入價僅1100萬元。業主持貨短短2年時間就轉售，帳面淨賺540萬元。期間物業急速升值49%。想知道更多成交消息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只要有新片你就立即收到通知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Century 21. This is our time. This is our century.